7月27日以后，全国降做二级警戒，就希望早一天回归正常生活。不过现阶段上要紧的，就是提升注疫苗的比率。所以台南市特别将充满艺术气氛的美术馆、旅馆加入注射站的行列，同时邀请基密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来支援。会中登记注射民众嘛拢认为真舒适，来遮继续帮上，就没有那么紧张，就好像是来参观美术馆的感觉。因为它这个空间规划就是很宽阔，然后就是环境也很舒适，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紧张，然后去到医院的感觉。会中市长吴伟贴伫基密病院副院长陪同嘛，特别到场关心，形容来遮美术馆注射真厉害。不过重点嘛是希望提高注射医院冲关注射比率。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把这个疫苗到位的数量以及施打率，疫苗到位数量多，施打率冲高，对健康这个能够有确保才是王道。但是我们还是除了身体上的，还是有精神上的食粮我们的南美馆，那我想这边希望说民众有一个放松、轻松、放松心情，然后度过一个比较悠闲的一个施打那施打完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回去记得多喝水然后能够保持身体健康。我们希望说跟南美馆一起好好配合。那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防疫的最后一里路，那就是疫苗的覆盖率。那我想我们的台南市政府非常积极的在广布这个疫苗施打站。那我想奇美医院当然我们也就是共襄盛举来一起来合作来建置这个疫苗施打站。台南在提升注疫苗比率的同时，嘛选定博物馆、艺文场馆来当做多元注射的地点，顺续提升附加价值，甚至让人袂记得来美术馆就是注疫苗，唔敢离开。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